那2天的光景，現在回想起來，就像是一場被無限拉長又驟然收緊的夢。空氣中瀰漫着的焦灼與期待，幾乎要把整個網絡世界點燃。所有人的心都被懸在了一根看不見的絲線上，那根線的另一端，繫着的正是錦衣之下那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最終預告。短短48小時，劇情內外仿佛都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過山車，情緒的跌宕起伏，比劇中的懸案旋要曲折離奇。直到那個讓全網的尖叫幾乎要刺破蒼穹的最後一幕，塵埃落定，卻又掀起萬丈狂瀾。起初，那只是一場屬於錦衣奶奶們的略帶幾分自嘲與撫濕的狂歡。漫長的等待早已將觀眾的耐心磨礪得百轉千回，從酷暑等到嚴寒，從年初盼到年尾，每一次物料更新都像是久旱逢甘霖，卻又解不了真正的渴。當最終預告即將釋出的消息不脛而走時，粉絲們的第一反應不是狂喜，而是帶着幾分不敢置信的警惕。畢竟此前衝關微道平台對於大列局的宣傳口徑似乎都籠罩在一層淡淡的迷霧之下，甚至隱約透露出幾分不祥的預兆。有人根據原著小說中那段虐心的分離，以及劇版拍攝期間流傳出的某些隻言片語，拼湊出了一個令人心驚膽戰的列局猜想。莫非這對歷經磨難的綠原一根霞夫婦，終究要落得個天各一方，甚至是陰陽兩界的收場？那幾天，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各種或理性分析，或感性哀嚎的帖子。有人翻出任嘉倫早前在某次採訪中模棱兩可的話語，試圖從中找到關於陸奕最終跪宿的蛛絲馬跡。也有人把譚松韻在另一部劇中的悲情列局拿出來反覆對比，越比心理越是乏亮。整個圈子被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着，仿佛一場盛大的告別在所難免。大家甚至開始互相安慰，說怎麼悲劇才是永恆的經典，只要他們曾經愛過就足夠了。那種強撐着的鎮定，那份提前為自己打好的預防鉗，現在看來不過是一場更大風暴來臨前的寧靜，是暴風雨前夜海面下衝動着的即將吞噬一切的暗流。第一天，當預告片的首個片段，或者說更像是煙霧彈的版本流出時，幾乎坐實了所有人最呸的猜想。那短短10幾秒的鏡頭裡，充斥着陰鬱的色調和壓抑的音樂。陸奕身着他那身標誌性的飛魚服，卻不再是往日裡鮮衣怒馬的少年模樣，而是形容枯槁，眼神空洞，獨自一人坐在空蕩蕩的錦衣衛大堂裡，手中摩挲着那根他曾親手為今夏戴上的佛簪，只是那佛簪上的光澤似乎已經黯淡，如同他眼中的光。緊接着畫面一轉，是原今夏穿着素衣，站在漫天大雪中，淚水凝結在睫毛上，望着遠處緩緩關閉的諸公式宮門，眼神裡是絕望的死寂。這個版本一出，網絡瞬間哀鴻遍野，大家紛紛奔走相告，仿佛在為一段早已預現的悲劇舉行最後的哀悼。熱搜榜上與錦衣之下列局相關的詞條後面，跟着的都是一片哭泣的表情。有人開始痛罵編劇，有人憤而表示要棄劇，更有甚者已經開始撰寫長篇大論，分析這個悲劇列局的必然性與美學價值。那股子悲觀的洪流，幾乎要將所有船抱有一絲希望的聲音徹底淹沒。誰能想到，這不過是導演和剪輯師精心設計的一個陷阱，一個讓接下來的反轉更加強烈、更加震撼人心的絕妙鋪墊。他們精準地拿捏了觀眾的心理，用一段似是而非的畫面，將所有人的期待值打入谷底，然後再用一個核彈級別的甜蜜炸彈，將這片焦土瞬間炸成歡呼的海洋。事情的轉機出現在第2天的午後，正當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種即將失戀的頹喪氛圍中，忙着用各種同人圖和虐心文字進行最後的狂歡時，一個全新的完整版的最終預告，如同天神下凡般，毫無預兆地出現在了所有人的訊息流裡。這一次畫風徹底顛覆，一開始依然是那些熟悉的虐心鏡頭，陸奕在趙獄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今夏在外奔波為他求情，兩人的目光隔着重重阻礙，交織着無法言說的愛意與絕望。然而
當背景音樂從淒怨的笛聲驟然切換成激昂而深情的弦樂時，畫風陡然一轉。先前的陰霾被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快節奏的、令人心跳加速的閃回。那些曾經只存在於我們想象中的，或者是被刪減傳聞困擾的名場面，竟然一個接一個地，如同連環炮般轟炸過嚟。有陸亦身披大紅嫁衣，記着高頭大馬，不再是那個冷酷的錦衣衛大人，而是帶着幾分新朗觀的緊張與喜悅，策馬奔向某個方向的畫面。鏡頭緊隨其後，切換到一座張燈結綵的府邸，懸金下鳳冠霞帔，紅唇玉滴，眼角眉梢是藏不住的嬌羞與期待。她不再是那個風風火火的小步快，而是一個等待着心上人前來迎娶的絕美新娘。緊接着是兩人在雪地裏並肩而行的背影，陸亦小心翼翼地伸手拂去今夏肩頭的落雪，然後無比自然地牽起了他的手，十指相扣，那份默契與深情，隔着屏幕都能漫溢出來。船友兩人在一座小院裏圍着火爐嬉笑打鬧的場景，陸亦眼中那幾乎要尿死人的溫柔，與他平日裏殺伐決斷的錦衣衛形象判若兩人。他低下頭，用額頭輕輕抵住今夏的額頭，嘴角那抹寵溺的微笑，簡直是在公然謀殺屏幕前所有觀眾的心臟。但這只是開始，真正將整場情緒推向失控邊緣的，是這支預告片的最後10秒。在此之前的所有甜蜜，仿佛都是為了這最終一擊積蓄力量。畫面中，陸亦和今夏似乎又捲入了一場新的危機，周圍是嘈雜的打鬥聲和兵刃相交的刺耳聲響。陸亦為了保護今夏，後背中了一箭，鮮血迅速染紅了衣衫。今夏扶着他，聲音帶着哭腔，卻強忍着不讓眼淚掉下來。陸亦看着他，嘴唇動了動，似乎在說着怎麼。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又是一個刀裏藏糖的虐心橋段時，奇蹟發生了。只見陸亦用盡力氣從懷中掏出一個物件，那是今夏曾經送給他的那個略顯粗糙的平安符。他艱難地將平安符塞進今夏手中，然後用只有2個人能聽見的聲音說了一句話。雖然預告片在這裡消了音，但通過口型，無數精通唇語的粉絲瞬間就解讀了出來。我佢回來，他說的是我佢回來，而不是你要保重，更不是忘了我。這3個字的分量重若千鈞。緊接着畫面驟然一刻，仿佛世界陷入了沉寂。當光明再次回歸時，時間線似乎已經過去了很久。一個靜默的午後，陽光透過樹葉灑下斑駁的光影。今夏獨自坐在他們曾經一起查案時常去的那座小橋上，神情有些落寞，似乎在等待着怎麼。風吹動他的髮梢，他下意識地伸手去整理。就在這一瞬間，一隻骨節分明、熟悉無比的手，先於他一步，溫柔地替他將那繚亂髮別到了耳後。今夏的身體微微一顫，他緩緩抬起頭，眼眶瞬間就紅了。鏡頭上移，我們看到了那像日思夜想的臉。陸亦回來了，他穿着那身標誌性的靛藍色常服，雖然臉色傳帶着幾分大病初愈後的蒼白，但眼神卻清澈而明亮，嘴角噙着一抹似有若無的笑意，正低頭看着他。沒有過多的言語，他只是伸出雙手，輕輕捧住了今夏的臉頰，然後在他微微顫動的額頭上落下了一個吸準虔誠如珍惜的吻。陽光為他們的輪廓鍍上了一層溫暖的金色，仿佛將所有的苦難與等待都融化在了這一刻的靜默之中。這個畫面持續了大約3-4秒，然後畫面再次切換，變成了一個遠景。他們並肩坐在橋邊，秋日的落葉飄落在他們腳邊。今夏將頭靠在陸亦的肩膀上，陸亦則微微側過頭，將下巴輕輕抵在他的髮頂。兩人都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着遠方的天空，仿佛整個世界都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和心跳。就在這時，屏幕上緩緩浮現出一行字：錦衣之下，此生不負。這最後一幕如同一顆深水炸彈，瞬間引爆了所有觀看者的大腦。那種感覺就像是坐過山車被懸在半空中整整2天，
然後突然以雷霆麥昆姿勢衝入了一片由鮮花和蜜糖鋪就的樂園。先前所有的揪心，所有的猜測，所有的不安，在陸翼那個飽含深情的吻和他那句無聲的承諾面前，頃刻間土崩瓦解。隨之而來的是壓抑了太久的情感如同火山爆發般噴薄而出，網絡徹底沸騰了。之前的哀嚎與哭泣在一秒之內被無縫切換成了震耳欲聾的尖叫和喜極而泣的狂歡。那一夜注定磨人入眠。社交平台上的實時更新速度快到讓人眼花繚亂，幾乎每隔幾秒鐘就能查到一條激動到語無倫次的動態。有人瘋狂截取着陸翼親吻今夏額頭的那個畫面，配上各種的文字，試圖用最原始的方式來表達內心的震撼。有人則反覆觀看着陸翼說我攰回來那個口型的片段，逐證分析，確認無誤後，激動得恨不得昭告天下。更有甚者，直接將這段預告片與前一天那個煙霧彈版預告片拼接在一起，製作成對比視頻，戲稱這是史上最慘烈的打臉現場，並調侃導演和剪輯師是最懂欲揚先抑的高手。國外粉絲也加入狂歡，紛紛用各種語言表達着他們的激動，甚至創造出了新的網絡熱梗。那一句句陸翼你欠我的那集摩旋的調侃，背後藏着的是失而復得的巨大狂喜。先前那些因為害怕被虐而揚言要棄劇的觀眾，紛紛爭相回歸，評論歐你一片我錯了，我該相信愛情的自我檢討，熱鬧非凡。而在這片喧囂如沸騰之中，最讓人動容的，全是那些關於角色和故事的深入討論。任嘉倫再次用他那演技封神的表演，征服了所有人。他飾演的陸翼，從第一集那個令人聞風喪膽、不怒自威的錦衣衛簽事，到如今預告片中展現出的為了愛人可以放下一切甚至性命的深情男子，這種巨大的反差被他演繹得絲絲入扣，毫無違和感。他賦予了陸翼這個角色以靈魂，讓他不再是書中一個平面的冷酷形象，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繪痛繪愛、有軟肋亦有鎧甲的真實的人。他對今夏的愛，從來不是掛在嘴邊的甜言蜜語，而是化為了每一個細微的眼神，每一次下意識的保護，每一件看似不經意的禮物。就像那跟他一直帶在身邊的琴弦手鏈，那是他母親的遺物，是他最深沉的牽掛。後來卻親手戴在了今夏的手腕上，那是一種託付，一種認定。又比如他在眾人面前永遠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模樣，卻在只有今夏在場時，流露出那種帶着點幼稚、帶着點中庸的雙標神情。這種專注的溫柔，遠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加動人。觀眾們看着他從最初的嫌棄如不屑，到後來的試探與動心，再到最後的堅定不移。生死相隨，仿佛也跟着他一起談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戀愛。而譚松韻飾演的袁今夏同樣功不可沒，他把一個市井出身卻心懷大義、財迷心竅卻又善良勇敢的女暴發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傻白甜，他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堅持。他愛陸翼，但從不依附於他，甚至在關鍵時刻，是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反過嚟保護了陸翼。這兩個人之間的愛情是棋逢對手，是勢均力敵，是靈魂深處的相互吸引與制約。於是當這版最終預告以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姿態呈現在世人面前時，所有人的執念終於在那一刻落地了。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之前的所有虐心與等待都是為了這一刻甜蜜的鋪墊。這部劇的格局也並不僅局限於小情小愛，陸翼和今夏的感情始終如國家大義，與剷除奸佞，如守護百姓安寧的宏大敘事交織在一起。陸翼身為錦衣衛，他的冷酷與手段是為了擁護法紀與正義；今夏身為捕快，他的執着與敏銳是為了傳無辜者以清白。他們在共同查案的過程中彼此了解，彼此欣賞，最終在經歷了家族恩怨、生死考驗之後，選擇了共同面對。那份感情因為有了這些共同經歷的淬煉，而顯得越發堅不可摧。尤其是預告片中
陸亦在身負重傷、生死未卜之際，依然堅定地對今夏說出我攰回來這4個字。這不僅是對愛人的承諾，更是他內心深處對生命、對未來、對兩人共同信念的執着與渴望。這份超越生死的力量，怎能不令人動容？怎能不讓人為之瘋狂尖叫？那一夜注定是錦衣之下的，也是祝於所有熱愛這個故事、熱愛陸亦和今夏的人的。整個網絡世界如同一鍋燒開的沸水，久久無法平靜。錄完一根霞的超話裡，新增的貼紙數量以幾何級數瘋狂增長，大家激動地分享着預告片裡的每一個細節，分析着陸亦和今夏每一句台詞背後的心意，回味着他們每一個眼神交匯時的心動瞬間。那些截圖、動圖、二創視頻，如同雪花般漫天飛舞，將這份突如其來的幸福傳遞給了每一個角落。相關的熱搜詞條一個接一個地衝上前排，熱度居高不下，討論量更是突破了天際，其勢能之大，仿佛要衝破互聯網的次元壁，將這份喜悅傳遞到現實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當最初的狂熱與尖叫慘慘平息，沉澱下來的是更深層次的情感共鳴與不捨。看着陸亦和今夏終於跨越了所有的艱難險阻，迎來了祝於他們的大團圓列局，每個人的心中都充滿了無限的感慨，仿佛那些陪着他們一起查案、一起冒險、一起歡笑、一起流淚的日子，也終於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那句錦衣之下，此生不負，不僅僅是大人的承諾，是今夏的堅守，也像是整個劇組對觀眾的一份鄭重交代。這一路走來，從開播初期的低預期，到憑借演運的精彩演繹和角色的強大魅力實現逆風翻盤，錦衣之下創造了太多的奇蹟。如今這個奇蹟以一種最耀眼、最幸福的方式落幕，那種感覺既像是酣暢淋漓地飲下了一壇陳年佳釀，又像是終於與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完成了一場鄭重的告別。此刻所有的情緒都化為了同一個念頭：感謝這個冬天，感謝陸亦和今夏，感謝任嘉倫和譚松韻，給了我們一場如此盛大而絢爛的夢。這個讓全網尖叫到天亮的列局，值得所有人為之鼓掌，為之落淚，為之銘記。